新闻一开始，赶紧来关心到高雄，讲到这凯美丰泰雨水量，到今仔下晡6点左右呢，这高雄山区的雨水量已经来到1619毫米，这雨就亲像是用对共款。伫高雄基山呢，有一个土石仔放落去，冲入去一间人家厝内面，甲这厝主翁仔某当场是砍掉的，救出来时阵已经无喘气心跳咯。伫咧美浓的黄蝶水谷，也有30个囡仔呢参加这营队，目前是人真平安。若讲到布林桃园顶山区部落，也拢传出着水崩山的灾情。民家厝门口的通道，互土石流的土水引起。基山新公里这个民家厝，25中昼土石流是规个冲入来，警察接到通报来救援。77岁厝主的太太送病院抢救，但78岁的厝主互救出来时阵是无喘气、无心跳。救出受伤女妇，送往旗山医院救治，目前意识清楚。令李姓屋主救出，不幸已无生命迹象。因为落大雨，熊熊淹起来的南枝山溪，最为离宝花，敢若剩1点距离尔。基山新基尾桥规个封起来，美浓湖的湖水嘛漫出来，大水中阁淹入去美浓的市区，中正路顶真侪路段，看起来敢若海，造成真侪受困难行。消防人员紧载救生船救人。刚才地下室现在就慢慢的涌上来了。市长陈其迈早起是紧急到美浓去视察，因水嘛，互当地黄蝶翠谷参加营队的30个囡仔受困，无法度落山。超级大水雨是造成高雄山区地灾性的雨量，无林岛达林岛气象站到下晡要3点，测到24点钟累积的雨量已经有1338毫米。到立部落的居民是大水甲对厝内流出去的物件捡回来，路顶阁有交通号志，互透风吹个倒去。去情人国温泉的路段嘛，因为土石流无法度行。道路方面都因为很多的多处塌方，所以交通也是没办法进出。目前有派一些人去维修。大风大雨，互山区有真侪行淹水、崩山和土石流的灾情，土水互桃园一寡路段的交通拢断去，一大堆路边的树仔倒去，互工作人员是无用试试。好楼梯现在积水爆干啊！熊熊淹起来的道路溪，互溪底便道拢淹去，土水是冲到有够厉害。但23每南明隧道头前嘛放管制标志，先封起来。警方嘛提醒民众莫强要入去山区的路，确保家己的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